上個月被爆同已婚太陽娛樂老闆洗米華密會嘅 Mandy Liu 宣稱同人發展中，仲陪埋洗米華去紐約公幹，諗住一步一步坐正。但係洗米華嘅正室亦都唔惹少㗎，單係上個星期一，洗米華媽媽嘅喪禮度，已經盡顯正室嘅地位穩如泰山。9月14號，洗米華嘅媽媽不幸去世，訃聞之中喺華嫂陳慧玲個名隔籬大隻字寫住媳，即係新抱咁解，已經表明佢仲係正室啦。到22號嘅喪禮，各界致送嘅花牌多到殯儀館出面2條街都係，包括有澳門特首崔世安、何猷龍、許志安同埋薛凱琪等等嘅知名人士。相反 Mandy Liu 就連花牌都冇。喺喪禮上面見到洗米華雖然同華嫂互動唔多，但係喺出面燒衣紙嘅時候，佢怕老婆辛苦，特登叫佢翻入禮堂先。之後10點幾就同老婆仔女一齊離開，俾足面華嫂。到第2日上山啦，有成100幾人一齊上山，江湖派頭十足。落棺嘅時候，洗米華見太陽猛，即刻主動幫華嫂擔遮，而洗米華同前妻生嘅仔仔亦都傍晒喺華嫂身邊。我諗暫時嚟講，想喐呢一位華嫂嘅正室地位，應該都有啲難度啦。